咩叫做虐心戏？恁感觉虐心是啥物？良心、菜心。我姐，是你讲，那会熟悉你遐侪年啊，遐侪当啊吼，嘿，你哪会讲遐少年？无啦，其实是三不五时啊嘛，有去组一个。白减啊小，无你处理一下。讲咱今仔要演的这个剧本内底呢，就是关于爱情的故事。所以今日呢，咱要讲的，就是可能是咱阿公啦，还是咱妈妈、爸爸迄个时阵的代志。头家娘啊，咱借问一下吼，你哪有一个完全同款的女娃啦？嘿，你无讲，我阁无发现呢，完全同款呢。哎呀，安怎啦？你有要紧无啦？哈？公司台语台每礼拜六暗时8点，请收看《台语歌上阵》。